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千行靈語，又嚟到星期五，辛辛苦苦返咗成個禮拜工，周末大家會去邊度玩呢？行街睇戲食飯，定係去揼個靚骨？今集就係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揼骨嘅鬼故事，係身邊嘅朋友親身經歷嘅真人真事，都幾得人驚。如果嚟緊打算去揼骨嘅朋友，睇唔睇埋落去，就你哋自己自行斟酌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故事馬上開始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化名森哥。森哥份人比較隨性，而且社交亦都好活躍，時不時都會開下 party，約下朋友飲下酒，食下雪茄，而且性格開放。喺某一個週末工作過後，佢就約埋幾個同事一齊去揼骨。法術有正邪之分，揼骨亦都一樣。佢哋成班人先去食晚飯，飲咗啲酒，然後開始覺得有啲攰，於是佢哋就揾咗一間按摩中心揼個靚骨，放鬆一下。間按摩中心都算係幾光猛同埋幾新淨，完全感受唔到一絲嘅詭異感。同服務員溝通完一輪之後，佢哋幾個就被安排去唔同嘅房間等候。佢哋行經走廊入去唔同嘅房間。佢哋一打開門，森哥就話見到間房入邊明顯比出邊大堂昏暗好多，而且有一陣好香嘅精油味道，氣氛一流。間房係正方形，中間有張床，旁邊有張梳化。森哥坐低咗之後，服務員就叫森哥等等，佢先出去安排技師。過咗一陣，一個女按摩技師就推門入嚟。佢同森哥嘅對話內容就唔喺度多講。森哥除咗件上衣，趴咗喺張按摩床上面。大家如果有去過揼骨嘅都知道，呢啲按摩床中間通常都會有個窿，等你可以趴喺度嘅時候，將成個頭放入去。森哥將成塊面塞咗去個窿入邊，個窿下邊擺咗一個膠桶，四周圍就係昏暗嘅地板。因為視線被限制喺嗰個小小嘅窿入邊，周圍嘅聲音同埋體感就會被放大咗好多。技師嘅手法都幾重，喺佢背脊同埋肩頸嘅位置係咁按。森哥就合埋對眼，好好享受呢個揼骨嘅過程，放鬆下身體。時間一分一秒咁樣過去，房裏邊只有技師按壓骨折嘅聲音，同埋佢哋兩個嘅呼吸聲。慢慢，森哥開始有啲睡意，進入咗一種半夢半醒嘅狀態。突然間，森哥覺得塊面好似俾啲咩撩咗一下咁，好似係有幾隻手指撩過佢塊面，不過種感覺係凍冰冰。森哥當時喺度諗：咦，咩嚟嘅呢？而家按摩會按埋塊面嘅咩？佢迷迷糊糊咁樣擘大對眼，唔望猶自可，一望就喺按摩床嘅下方狹窄嘅空隙裏邊，唔知道幾時竟然有個女人瞓咗喺度。個女人瞓喺地下，個頭微微向上抬起，距離森哥塊面只有唔到一隻手掌嘅距離。個女人嘅面容蒼白，甚至帶咗一種唔正常嘅青灰色。最恐怖嘅係佢雙眼擘到超大，眼珠裏邊布滿咗血絲，正喺度用一種極度兇狠、充滿怨毒同埋仇恨嘅眼神望住森哥。喺嗰一瞬間，森哥受到嘅驚嚇實在太過巨大。喺本能反應之下，佢大嗌咗聲，然後成個人喺張按摩床度彈咗起身。因為動作太過激烈，佢甚至爭啲將成張按摩床推冧，側邊嘅技師都爭啲俾佢推跌。森哥成身震晒，飆晒冷汗。技師被森哥突如其來嘅激烈反應嚇咗一跳。回過神嚟之後，即刻走過嚟問森哥係咪按摩嘅時候整親佢邊一度？下面啊，張床下面有個女人啊！技師一臉疑惑咁樣順住佢嘅視線望向床下底，然後就搖咗搖頭，示意下面乜嘢都冇。森哥鼓起勇氣望落床下底，床下面除咗個膠桶之外咩都冇，完全見唔到頭先嗰個女人。
成間房除咗森哥同埋祭司之外，根本就冇第三個人，而且間房門一直都係閂埋咗，所以亦都排除咗有人出入。森哥企喺原地，努力調整自己嘅呼吸，喺心裏邊不斷咁樣自我安慰：冷靜啲，冷靜啲，睇錯啫。啊，我知啦，係啊，一定係發夢，呢度點會有其他人啫？雖然嗰個感覺真係太過真實，但係佢而家見到床下底又真係咩都冇，連自己都講唔通。佢本身有啲想走，但係而家走都一樣要俾錢。如果頭先真係只係發夢，而家走咗，咁就錢都蝕埋。佢深呼吸咗幾口氣，抹一抹頭上嘅冷汗，對住祭司點咗點頭，示意自己冇事，然後就默默咁樣趴翻落去張床度。佢將塊面重新放返去張床窿裏邊，但係今次佢唔敢合埋對眼，亦都唔敢瞓着。成個後半段嘅按摩過程，佢嘅神經繃緊到極點。間房有少少聲，或者有啲咩風吹草動，佢都會震一震。不過好彩，直到揼完之後，嗰個可怕嘅面孔都冇再出現。揼完骨、按完摩之後，森哥已經冇心情加其他嘅服務，祭司就執埋啲嘢，轉身推門就出返去，得返森哥一個自己喺間房裏邊換衫。森哥嘆咗一大啖氣，覺得自己啱啱好似走咗轉鬼門關咁。平時就覺得歡樂時光過得特別快，但係今次佢竟然覺得鬆咗一口氣。佢心諗：唉，終於都搞掂。佢嗱臨着返件衫，打算走人。佢坐起身，手忙腳亂咁樣着返衫同埋鞋，只係想即刻離開呢個令佢不安嘅地方。就喺佢着返衫嘅時候，件衫笠過佢個頭嘅一瞬間，佢嘅眼角突然之間睄到間房嘅角落頭，喺嗰度似乎企住咗一個黑影。森哥嘅身體瞬間僵硬晒，背脊再次升起一股寒意。佢完全唔敢望過去，但係佢可以透過眼角隱約感覺到嗰度確實企住咗一個女人嘅身影，靜靜咁企喺角落頭，冷冰冰咁樣望住佢。係咪頭先床下底嗰個女人呢？森哥完全唔敢諗，更加唔敢去證實。你睇我唔到，我睇你唔到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南無阿彌陀佛。我而家走噶啦，執埋嘢就走噶啦。森哥耷低個頭，一邊口噏噏，一邊喺度執嘢。佢嗱臨拎起個包包，行出房間，以佢人生最快嘅速度離開間按摩中心。直到佢離開咗間按摩中心之後，佢先至 message 佢啲朋友話唔舒服，想返屋企先。自從嗰次之後，森哥就唔敢再去呢啲風月場所度揼骨啦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諗，去呢啲場所揼斜骨係咪真係特別容易撞鬼呢？事後我將森哥呢件事講咗俾大師聽，大師聽完之後就同我分析咗呢個現象。以下內容只係純粹從玄學同埋宗教嘅角度去睇呢件事，並無意針對任何相關嘅行業同埋人士。大師就話喺傳統嘅宗教同埋玄學嘅角度嚟睇，男女之間嘅正常結合係屬於陰陽調和、光明正大嘅事。相反，過度沉溺喺風月場所亂搞男女關係，本質上係一種對慾望無節制嘅揮霍。喺佛教同埋道教嚟睇，都係一種極之損害個人福報嘅行為。福報一少咗，你阻擋邪氣嘅能力就會大大降低。而且過度沉溺色慾本身就係極之傷精氣神，亦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嘅陽氣。當一個人陽氣降低，又冇福報守護，加上呢類型嘅場所本身嘅環境就係比較陰暗潮濕，場所裏邊亦都容易積聚各種混濁嘅慾望同埋執念，陰上加陰。當一個陽氣低落、福報減少嘅人置身喺呢種陰暗嘅環境裏邊，兩者產生感應，自然就極之容易撞鬼或者見到一啲唔乾淨嘅嘢。所以話色字頭上一把刀，無論大家信唔信邪，做人一定要念頭端正，留多啲福報俾自己，遠離陰暗之地，先至係最好嘅護身符。今集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呢度係千行靈語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如果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等我哋分享更多嘅靈異故事。
撳埋個鐘仔，我哋定期出片就會通知大家啦。